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湾艺人到泰国游览，竟然互当地警察卡油讨要爱钱。这个艺人1月初到泰国去跨年，拄到警察临检，讲是互查到非法摕电子烟这种违禁品。泰国的警察就甲威胁咯，讲只要付台票25000块，唔免调查就放你走。这消息传登来台湾了后，泰国的警方一开始佫讲无这个代志哦。不过这摆案情是大反转，泰国的警方开记者会承认有人收钱。泰国众议院的争议员嘛，伫个面册抛出着泰国的警察讲收钱的画面，希望台湾人会当原谅。快时信接受泰国 BBC 记者的访问，艺人安雨晴将月初去泰国跨年，想袂到煞变做噩梦，因为因一群人去佚佗的时候，泰国警方调查，警方指控因有电子烟违禁品，可以去甲代志的过程拢讲出来。当下没有电子烟，那他们用饭店的监视器去声东击西，然后并且说我喝醉了，说我是危险人物，要我们一群人付钱，并且避开摄影机。安雨晴强调，当时意识真清楚，所以泰国警方要求他纳27000块的泰国钱，等于是代票25000块，就会当免接受调查。和安雨晴讲，这根本是来讲骗啊！消息传登去泰国，第一时间泰国警方否认，所以昨代志出现变化。泰国警方承认警察收钱，而且泰国众议院争议员区委，伊嘛伫面册公布收钱的画面。无关联爱到超台湾。提过啊张警察收钱的证据，区委伫面册发过篇回信的文章，而且安雨晴嘛有伫下骹留话，区委是搁甲安雨晴回信的，搁讲会继续追查真相，希望台湾人会当原谅因。安雨晴今仔日嘛伫面册发声明，讲会甲泰国的热情和美食拢记好条，未来搁去佚佗，期待会当有更较好的体验，嘛互这场泰国行婚季有一个结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